果然有好多存款冇報。根據資料顯示，呢個住戶喺申請公屋嗰陣已經喺呢間銀行開立咗定期戶口，而且入面嘅存款仲超過當時申請公屋嘅資產限額。佢咁樣係故意隱瞞存款，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，已經違反咗房屋條例。嚟緊我哋要展開檢控程序，向佢發出遷出通知書，收翻佢單位。吓！我一直冇報過嘅存款戶口都俾房屋署查到，原來唔單止收翻我間公屋，仲會俾房屋署告㗎。被告刻意隱瞞銀行存款超過當時申請公屋嘅資產限額，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，被判監禁30天，而公屋單位亦被房屋署收回。如發現有人濫用公屋，請立即作出舉報。